乡亲好，下晝2點嘅，歡迎大家聽客家清新聞來關心疫情嘅最新發展。第幾日來講到疫情以前啊，先請教鄉親朋友，我知道講亞今日實在當熱麼？尤其草本日係24節氣嘅立夏，係熱天來到熱天過後頭一個節氣，故所草本氣勢就會出現嚟高溫嘅情形。像今本日呢，一個中央氣象局咪針對中南部亞條地區來發布嘅高溫預報，而出嚟看到亞嘅高溫預報嘅色目蛋糕呢。今本日亞嘅圖呢，就有出現兩種圖，兩種色。比如講亞頭一個係黃色，韓國另外一個係橄欖色。亞兩種色代表乜嘅意思呢？第一個黃色嘅部分，從頭今本日全台灣到屏東亞片，較鹹山韓國河巴辣嘅蔬菜呢，氣象局來發布為黃色嘅高溫預報，也表示講亞條天氣會有36度較高。然後其他橄欖色，一個溫度要限卡提高嘅。比如講，今本日呢，一個南投、韓國高雄、台南亞片呢，氣象局係發布為橄欖色嘅高溫預報，表示講係講連續3日較高都出現咧36度以上嘅高溫，目前呢超過38度，也仲係橄欖色嘅高溫預報。故所像安尼熱發發嘅，係講你亞下愛防疫，愛帶做嘢咩？其實亞安尼呢，為知道講較唔暢快，做些起來咪下唔利偏。唔過為咗防疫，大家還係愛謹慎啲嘅帶做嘢咩？唔過亞條情形呢，對學生嘅來講，亞條可能會知道唔暢快、唔利偏來看啊。大塊冷氣同窗門關起來，但是看進來，窗門做下60公分嘅縫，前後門未做下大開。不過假期天線進出來，係暫時解決天氣暗熱、學生堵唔掉嘅問題。根據武漢肺炎嘅影響，是對空調嘅空氣流通，但是南部高溫，國家下400就話各種會考，學校咪開冷氣、開窗門，讓學生有國家好嘅讀書環境，咪提早習慣會考嘅模式。就是有開冷氣加開窗戶，但是室內還是會比較低溫一點。教育會考的考場的規定哈，全程戴口罩。那開窗開冷氣，那我們現在讓3年級的同學能夠及早的去適應會考的那個考場的一個規定跟環境。台南市教育局本國教自家評估愛開冷氣模，但是提倡愛做好防疫，因為針對愛全面按冷氣模，南市教育局表示暫時冇考慮。不過係講學校有需求，還係提報教育局評估有討論空間。但是我們是希望，大家在這個防疫期間能夠共體時艱，我們是希望是說，還是以窗戶打開、以電風扇的方式，是最好的一個防疫的措施。一些教室的環境，如果它在最高樓層，然後上面沒有做一些防熱的一些設施，那教室比較熱，我們可能會考慮優先裝設。因此，關於超過3禮拜冇本土個案。台南市長王偉傑嘅天，台南市中小學教員全面堅持對外開放政策，初時起始愛解除禁令。唔係上課時間，本習慣去學校認同嘅民眾實在回歸正常生活。不過還係提倡大家愛注意社交距離同教員安全維護。記者文靜芬，台南報道。從一天暗熱，提醒鄉親朋友為咗愛防疫，為咗大家抗檢，還係愛帶定做咩？另外呢，要提醒到中南部亞片嘅鄉親朋友，因為中南部呢係個桃園新竹亞條地區，亞今日呢就係紫外線嘅指數嚟到會掉彩色，提醒鄉親朋友喺講到東周邊呢，愛出去到那邊，愛也嘅做好防曬措施。另外轉到人嘅疫情嘅部分，先來看到就頭2年以前5月除夕嘅下，行政院出來公布講，愛擴大紓困對象同範圍。故數呢也係頭5月除夕，行政院長出來公布。不過草本呢就引起各界關注，因為大家還知道講愛出去也嘅愛來申請。不過近邊呢就看到各地嘅區公所，假咩當人，大家希望愛去申請。不過因為申請嘅手續很麻煩，還唔利便，故數引起民眾關注。接下來會有乜嘅調整冇？韓國清醒嘅情形係乜嘅？歡迎鄉親朋友聽聽客家清新聞來關心。聽聽指揮中心愛出來開記者會，而來關心到一個現場嘅情形來看。的張尚存張教授，同時在指揮官的左手跟右手側。那另外還有我們社區防治組的莊仁祥莊副組長也在場。那現在就請指揮官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一天來的一個工作情形。好，各位媒體女士先生，大家好，大家午安。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报告新增一位境外移入的案例是里外的工作者，那没有本土的案例。那今天的这个案例呢，她是为30多岁的女性，那今年1月到英国去工作，4月26日返国。那返国的时候她就有症状，然后那时候有在入境的时候有主动申报，那时候有鼻塞、倦怠的症状。那机场检疫人员采检并送到集中检疫所，那结果检验的结果是阴性，所以27日由检疫所安排入住检疫旅馆。那个案居家检疫的这段时间持续有一些流鼻水及鼻塞的情况，然后慢慢也出现了味觉异常的症状，所以5月4日卫生单位协助安排就医采检，那今日确诊，那目前在隔离治疗中。那这位因为他进来，然后就先是采检，拿到集中检疫所，那检验完是阴性，那他自己要到那个检疫旅馆住所以今天跟我们的社区里面并没有接触那总共我们到今天累计的是439人刚才这个案例是439案例，那339人解除隔离。那至于今天早上呢，第10班定点航班就是就是我们4月21日返台的这个等于是第3班的一个定点返台的班机里面229位已经监测期满解除隔离，那今日返家自主健康管理。那另外有关于129名的印度返台的民众，那检验的结果均为阴性那目前都没有后送就医者，那大概在集中检疫所那密切的健康的监测。然后另外我们也决定在5月8号5月8号起，那武汉相关在武汉的我们就不再使用定点航班或是包机的服务将来都可以自行返台。不过自行返台就要在我们的集中检疫集中检疫14天这样子可能有更多的定点时间各方面可以做选择，那方便他们回台。但是我们还是决定先这些回来的人先到我们的集中检疫所先做14天。那另外有关于职棒大概在8日起要开放球迷进场，那目前以1000名的观众作为初步的一个规划。那还有要报的就是那个国家公园是不是那个是要讲一下。另外配合这个整个开放的部分，我们在高山的山屋的部分，我们从明天开始线上登记的部分，我们就回复到原来山屋可以容许的这个空间跟容量，那就可以提供给登山者更好的这个回到原来正常的服务。那明天开始线上就会开始开放。好，那这个也要谢谢今天各位很多媒体帮我们也登了有关于我们的纾困那谢谢大家帮我们刊登，不过看起来好像没有达到就是说完全的效果，大家还是不是很明白。那首先我要对于基层我们公所的相关的职员们大家非常的辛苦在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有一些民众相当的急那我也说这个方式上我们虽然想要尽量让它简化，不过相关的这些都很难有所证明所以就是那个就是证明了好，那所以就会有一些大家的担忧。不过我在这里还是要再重申一次就是说我们这个并不是这2天就请完就不能请的，没有我们这个计划到目前最少是到6月底所以现在是5月初，我们到6月底有2个月的时间可以来做这个事情。当然我知道需要纾困的民众心里当然是很急那不过呢就是说如果能够稍微缓一缓，把时间稍微挪开一下对大家都方便那也得到的服务也比较好。第二个有很多的证明当然不容易拿，所以我们有特别有备注一栏，就只要能够拒绝
那也留下就是说相关的身份证的字号，让我们可以来查相关的一些银行的账户。那这样子的话基本上拒结我们就会准。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方便性也提到最高。因为我们也体谅大家的心急跟需要。不过还是要拜托各位大家就是我们的所有的需要的人稍微忍一忍，因为他并不是说很急，只有3天、5天、1个礼拜能够请，他有2个月可以申请，那如果能够错开时间，对大家都好。那也要跟公所的同仁那表达就是说我们的谢意，能够帮助这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也增加了很多的工作负担，让我们一起努力。好，那我们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那问题可以提出来。部长好，想请教一下指挥中心先前已经提出一个防疫新生活运动的概念，然后刚才部长也说职棒8日就可以开放球迷进场了。那这个防疫方针也会从国家推到个人卫生防线，但是就是昨天新北市有国小家长投诉说，学校的体育老师要求学生在户外大太阳下跑操场，还有跳绳500下。那昨天也传出说，中国有国中生跑步的时候因为戴口罩，然后导致换气不足猝死。那想请教部长，现在好像大家对于超前部署都已经有点失速的状态了，请问部长怎么看？会不会针对学生的校园活动、体育课等防疫规范有其他的建议或者是指引？谢谢。我们的指引跟他跑步应该是2回事了，我不知道，就是老师要求学生在操场跑步，那当然我们在教育里面当然都是要关系到学生的身体的负荷度跟这个天气的各方面的措施。那当然运动很好，但运动有运动的一定的条件。不过现在这跟防疫的关系不大，不过我们也会提醒教育部对这个相关的这些开放以后有一些措施，尤其对于学生的一些身体保护也要重视。指挥官好，民事提问，想请问今天的个案，它一样是一采阴二采之后才复阳才确诊。那请问一下，最近的类似的状况好像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想请问病毒是我们的病毒的有可能有变异的状况吗？或是说我们的这个采检的部分，还是有一些状况导致他们必须要一检再检才可以确诊阳性？那第二个问题想请教，最近的纾困导致公所出现人潮，那是否在这边可以帮我们呼吁一下，是维持社交距离，或是已经有做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呼吁了？谢谢。好，这个个案当然我们看到说也有一点觉得稍微特别一些，然后就是开始非常轻微的症状嘛，然后那这个他的倦怠，好像他自己也说，以为是他的跟生理期是不是有相关，所以这个确定发病的时间点是不是一定就是那一天？我们目前当然是暂定是认定那一天的哈，不过实际上在临床上，我们也知道说有些个案，在住院跟当初第一个跟我们的通报的时间里面哈，那常常症状还是有一点差异的哈，那所以这里面前面也说过，有时候是病人的主观自己的感觉到底是精准或不精准的问题哈，那会不会有其他因素的干扰？那所以比较不是100%确定的，就是说那个是100%是他的发病的第一时间点嘛，这个我们可能还要再多一点再详细询问一下，多厘清一些哈。那至于后面那个时间再去采检的时间点这个当然大家就知道，因为他的症状大概更清楚嘛，里面包括有所谓的味觉异常的现象出现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认定这个是已经发病或是开始发病的时间，那个是更清楚的所以对于这个个案的机场筛检的时候没有看到阳性结果，那到味觉异常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看再采检就
得到阳性结果，所以这个部分我想还需要从我们前面的个案里面的经验发现说，确实是病人的描述或者是那个很轻微的时候，他真正的发病时间点到底是哪一天，确实有时候是会有一些不是那么确定的状况。那我们还是在呼吁刚才讲说这个纾困这些经费，它请领的时间都有一段的时间在，所以也请民众在可以自动的分流，那这样大家就不用排队排得那么辛苦。然后第二个也要表达对公所的人员的职员们的辛苦，也表达我们对他的谢意。不好意思，工商时报提问，就说第一题是刚刚讲这个在武汉的部分的话，就是5月8号起就不会再要求透过定点或包机的方式，他们可以自行返来。这个我们意思是我们解除这一些可能滞留在武汉国人的驻记，让他们可以自由返来这样的意思吗？这第一题。第二个是今天的这个新增的这个境外移入的个案，因为他有住过这个防疫旅馆，这个是第一起有住过防疫旅馆并且确诊的案例嘛，第一起嘛。那第三个问题是，那这个防疫旅馆还有其他的一般的访客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居家检疫者嘛，各有多少人？那他们是变得还可以继续住那边，还是我们有给他转移到其他地方去？那这个防疫旅馆的消毒情况，我们是怎么协助的呢？谢谢。没有，在防疫旅馆基本上都有受过教育训练，一般的 SOP 也很完整。像上一次我那个苏院长那时候我有去跟苏院长一起去看，他们相关的一些 SOP 都做得非常好。那当然个案所住的房间经过的路线，不过他们一般来讲，他们一开始进去的路线时候都有消毒过，在走的时候，那房间内当然是需要再消毒过。那这些东西都做得很完整。那至于其他住户，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在集中检疫也是一样，这不会说这样会跳过墙壁去，这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其他旅社是都安全的。只要 SOP 有把它做好。那另外一个，等于说是像解除住记吗？我没有住记没有取消。我们本来的住记是管制登机嘛，就是说你不能除了包机、类包机这些你不能搭，那除了这个类包机之外你是不能搭，对，所以我们登机就不让他登了。那现在这个住记没有取消，那但是呢就没有管制他登机，只是为了他回来的时候，因为这住记是可以要进到我们的集中检疫所，方便这样子分类。所以到了机场之后有这样的住记，我们就请他到集中检疫所来住。所以他们入境的时候，就是机场人员还是边境还是可以看得到说他是被住记的，那还是把他导流到这个集中检疫所去，这样的。对。不好意思，联合报提问，因为我们今天已经陆续的在开放职棒跟就是高山山屋的这些禁令，那我想问一下说，那有关于我们对于酒店舞厅的停业令，我们的复业的标准大概是什么？我们目前有没有相关的规划？以上，谢谢。这些关于这种比较特殊的行业那当然我还是重申原来对这些相关的一个管制就是能够保持社交距离跟戴口罩，维持个人的卫生。那如果能够做得到的，那单位的又能够管理的良善比如说进来的能够有所登记，让我们在做疫调的时候方便，或者是说能够管制体温或身体有症状的时候，那即使能够安排的医疗等等的这些相关的防护，如果做得好的，我们就会开；那如果做不到的，那我们就要稍等等。部长好，信传媒提问，这边想要请教，就是经过昨天的纾困托钵之后是否会考虑把疫情和纾困的记者会2合1？谢谢。这不会，这两件那是我们一方面在政委那边有很多，其实纾困的方面有很多，
那昨天因为那是本部特别在我们跟以前的福利事业相连的那本部在主办的，那确实还有一些大家没有办法弄得清楚的，所以特别昨天在记者会稍微说明一下，那记者会之后多做说明也是因为这样的道理。年代一电视想要提问关于1968 App， 其中台南市希望24处热点全部都删除，其他地方政府也都希望部分的热点可以删除。指挥中心针对热点是否会做调整？那第二个问题是，国光生技董事长说，武汉肺炎的疫苗最快明年秋天就会量产，台湾人民都可以施打。指挥中心这边有掌握到关于疫苗的相关资讯吗？谢谢。那1968其实很多相关的措施都是在各部会的主管的权限之下。那当然有来问我们，我们会提供相关的意见，那也会督促大家照着我们的相关的指引去进行。好，那1968未来如果就是说要根据地方政府的建议那做一些调整。如果实际上并没有违背我们相关的一些指引的方向来进行，那我们都赞成。那另外一题好，就我所知，我们国内几家疫苗厂家还有研究机构都很努力在疫苗的开发嘛，那他们各有不同的方式在进行所谓疫苗的研发的部分。那也做到，有些也已经做到某一个程度，然后呢，包括国光应该是也已经用他们开发出来疫苗在小动物身上尝试，然后那动物接种了他们的疫苗以后，当然接下来就看它有没有产生足够的抗体，然后所以这个部分就我所知是跟台大医学院也有在合作当中，然后呢初步当然有一些看起来还不错的一些结果。不过疫苗的开发其实还是有后续还是有很多要更进一步厘清的部分的包括它的副作用毒性的部分，在动物身上也先要做过试验，然后最后才到人体的临床试验。那这个开发期程确实是还需要一点时间那我想他们的宣称是明年秋天希望可以上市那我们当然也很希望我们国内自己的厂家可以真的很顺利的开发出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一个疫苗，让我们国人都可以有机会施打疫苗以后受到保护，这当然是我们期待这个不过疫苗当然还是要看实际最后的执行的所有的每一个步骤的一个结果如何，我们才会知道最后会怎么样。当然，对于国际讲我们国家相关的这个生技能够有进步、有研究的进展，我们都很高兴。所以大概过2天，我们大概也会到国光那边去参观，听取他们的简报跟未来的发展。那未来怎么样给他们一些协助？那这些我们都会来了解。不好意思，部长，追问一下这个疫苗的事情，就是说，早上的记者会，他们是说明年冬季希望能够施打吧，秋季上市，冬季施打。那有没有可能这个会成为我们公费的疫苗之一？然后，如果成为公费疫苗的话，因为他也讲说疫苗不可能一次就到位嘛，也会批量。那有没有所谓的风险族群，会用什么样的族群先施打，或什么样的族群后施打？这个有没有初步的规划？那再来就是，如果量的话，台湾大概会需要按照流感疫苗的标准来看，台湾大概会需要多少的量才能满足公费施打的需求？这样。好，这疫苗的部分的话，大概我们的确有规划，有规划大概是哪一些的族群可以优先施打。但我们还有一个这个预防接种的咨询组，
那个传染病防治咨询组的预防接种的一些的委员还可以来咨询。那原则上的话，我们初步的构想大概是主要还是医护防护人员做第一个优先。那当然后续还有其他的风险族群陆续的排下来，但是它这些的族群的部分，我们毕竟还是要经过我们的专家委员小组一起来做讨论之后才会提出建议。那至于说要施打到多大的范围，同样的我们也会经过再仔细的评估，以及疫苗能够供应到什么样的状况到时候还会再来做决定。这个部分一样的，如果要提供出来的时候，一开始的话，如果要施打的话，当然是我们会提着政府来考虑来购买。后来是 TVBS 提问，有关于纾困方案有2个题目想请教。第一个问题是因为各地公所因应不及，民众觉得这个公式也有点难。那这个公式讨论想请教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那制定的时间上面是否充足？第二个想请教，因为那个各地公所因应不及，所以他们有抱怨说，苏揆好像抢先宣布政策，但其实他们事先都没有接到讯息，不知道导致说他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因应。那想请教指挥中心这边怎么看？谢谢。没有，基本上这个纾困我刚才一再的强调对大家增加工作的负担这样一时的辛劳也感到就是说也歉意，那也表示我的感谢。那至于就是说纾困就是要及时嘛，这纾困如果这样子疏一疏，整个政策讨论到年底，那就不用疏了。就是希望说能够及时，所以但是在及时里面，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稍微缓个1-2天，让这个分流能够比较好，所以纾困这样的一个讨论，大的方向讨论了很久，从一开始在在讨论法的时候就开始在讨论，那至于对象群细的对象群讨论的时间不长，因为大的方向定下来，那就要针对是哪一些人要给予。那最后大家才觉得，就是说，在各种的纾困里面，最后就独漏掉了这一群，相对的在社会是弱势的。那也因为他们很弱势，所以各方面的证明登记或者资讯的落差都很多，所以执行上很困难。那本来也就是说要并在其他的单位来做，后来我觉得就是说在本部，因为长期跟这个就是跟福利的相关的团体相关的对象群，我们都比较熟，比较能够多少更比其他的部会更能够掌握，所以就卫福部来主办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为了让大家方便，那就到一个接下来就等于在执行的落差了。其实因为公务体系有公务体系的一个严谨性要让我们其实有请大家在办理的时候，最主要是大家提到说很多的证明都没办法提，所以我们大概有一个切结书，主要我们是希望靠这个能够让大家减低大家最大的一个困扰。这个切结书里面大概有3项了，一个就是说我已经备齐了我的人口的存折正本或存折内页基本的银本多少，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没有办法提供上项存折的资料，同意主管单位调查最近的财税资料。换句话说，你自己没有办法主动提，那你只要勾选，就是说可以让我们的承办的单位可以来稽核稽查这些相关的资料。那这个我们之所以要查，是因为避免就是说有一些在其他单位在这样的目标里面会落到这个单位里其实他很有钱我们现在常常讲有时候包租公啦，一些很有钱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存折的资料我们是需要查一下这主要是要看说有太多的存款而他现在没有收入那这个我们把它放到里面去，就有一点浪费了公帑，没有用在刀口上。然后第3个是因疫情影响工作的证明文件，那这个当然你可以勾有下面什么，那下面一个就另外就我们可以勾一个无法提供证明文件，那请简要说明工作受影响的情况。那其实这一项只是大家说，以前我有时候就是会去年在卖这个口香糖生意，这还不错，
那我在那个在那个什么路口卖玉兰花，现在人才变得比较少，就是很简述的大概能够讲得出来就可以了。并没有当然有人就希望说卖玉兰花是不是还要拿一个以前批发的证明，去年批的比较多，今年批的比较少。我想这个都是在这里面都是很难以承担的，所以我们会特别说无法提供证明文件，请简要的说明。因为也有人觉得说那就也说明都不用了。可是毕竟这个公务体系在办理有关钱的事情，它还是要有一个依据嘛。我们有我们的办法，并不是说来就给。那我相信来就给，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想尽量的简化。只要它能够切结，我们就相信。但是如果完全一点东西都没有，那事实上我相信公务体系在发放的时候也有它的一个困难的哈。所以基本上大概就是主要是能够有具结那我们就尽量的能够从宽能够从简，能够从速以这样的方向来做。那当然也再度要呼吁大家，就是说这个期程是长的了这申请的期程是长，不会说你今天没有来，明天就没有了。那这个钱有来申请符合条件的一定会付，不会说因为你来得晚就领不到。账号三立新闻网提问，想再问一下，刚刚您提到纾困方案的简要说明自己工作受影响的状况，是不是像是使用5WEH 表达自己的人事时地物，比如说什么时候工作，然后以及受到影响，这样子比较准确一点点，比较确实？因为刚刚的举例可能比较稍微是属于个案，那民众一般大众想要陈述的话，是不是使用5WEH 方式来写的话是可以？然后另外也有说提供照片好像也可以，是不是？想跟部长确认一下，谢谢。对，我想我们就是希望，就是说只要能够自己我们都是相信申请的人就你存折没有很多的钱那你确实其他的，大家可以想想看这你们大家要注意，就只有2个嘛。一个就是说你已经没有其他的相关公劳农保你没有其他的保险那你也没有特别特定的行业受到我们的影响而又领到补助的，这些人已经包含了这基本生活的人了。然后另外再包含说存折里面钱又很少，那剩下的人其实确实就是99.9%都是我们社会里面弱势的人。那这些当然用这种写得很详细，人事时地物这样把它写得很清楚，当然好。但我们不要求这样子，我们只要概率的让公务人有一个依据就可以了，不需要就是说一定要详述。我举看板，我不用去举说我去年4月15号、4月13号然后有举了10天的牌，今年我只举了这一次的牌，不需要这样子。我就去年有做过这样的一个举牌的工作，然后今年的举牌工作机会已经很少了，我收入变少了就可以了。简述不需要详述了部长想请教一下因为我们昨天有提到说，国内因为疫情趋缓，未来可能会考虑放宽重要的经贸活动。那我们目前有没有比较具体的放宽的内容或是规划？另外，最近因为有很多在台湾设立公司行号的港澳人士反映，因为台湾禁管的关系他们可能在台湾的公司事务全部都停摆。那现在因为港澳疫情好像也比较趋缓一点，我们有没有其他放宽或者是比较松绑的规划？港澳的要进来，还是我们要去港澳？港澳的进来港澳如果是台商当然是没有问题嘛可以港澳的港澳人在我们的限制，那这都是我们现在在规划在准备的，所以我们请经济部帮我们来列出来说，在国际我们在台湾在国际生产链上面相关的一些行业跟受影响的情况，那可能如果要开放的时候，那人数各有多少人，那我们要得到这样的资料，那我们就可以做相关的规划。
指挥官郝中天提问两个问题请教。首先就是我们苏院长他有提到，就是说纾困金有34万人可以受惠，可是卫福部的图表上面只写了大概有18万人。那这两者之间的落差其实还蛮大的那想要请教，就是我们这18万人的这个数字大概是怎么算出来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有国外的研究发现，就是其实有一些有一些小朋友他是出现了有这个川崎病的一个症状，然后就有专家提到，就说川崎病是不是跟这个新冠肺炎有一些关联？这样子，想请教这两题，谢谢。大概就是说，第一个回来34万的数目字的跟就是说，在这里面就是说以前根据说有工作的，那这里面大概有1119万，它是有保劳保的。那然后那个时候抓了一个3%，抓了一个3%的可能性是一个估的数目字，实际上那时候抓了34万，然后34万里面认为说30%可能是需要有这样纾困的必要，所以得到一个10万的数目，然后那个是1.5倍以下的时候，然后因为再多了我们在估算说1.5倍的到2倍的跟1.5倍以下的一个，以前根据我们在社福的资料里面推估，大概也有在80%的人，所以我们抓出一个数目，总共18万。好，有关于这个新冠病毒感染跟这个川崎市政的关联，记得上礼拜已经有提过这样的问题了。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讯息还是少数几个国家看到这个学龄附近的儿童就是有比较多的出现川崎市政的一个现象。那这些病童去检验他们身体里面确实也有新冠病毒的一些抗体反应，然后所以在推估是不是跟这个有相关。那不过从上礼拜到这个礼拜这当中，其实增加的资讯还是相当有限。那多几个国家也有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最早提出来是英国的一些报告，然后那现在不止英国的报告，那也有其他国家也有看到一部分的个案有这样的情形。不过这个整体来讲还是需要更多的一些科学证据去证实是不是真的有相关的。好，那差不多我今天早上也看了一则新闻那就好像有一个餐厅而已了不过也给我们一点这样的一个启示，一个餐厅说好像也是不太欢迎这个外国人。那我当然强调这病毒在攻击不分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讲说这个武汉肺炎还是人跟病毒之间的对抗，那我们千万要注意，就是说不要造成人跟人之间的对抗，那大家多有一点同理心，那我们抗疫一定会做得更好。那我还是再呼吁我们要力行我们防疫的新生活。好，谢谢，我们今天记者会到这里。好，这批中心的记者会已经结束了。今边呢，台湾新增加的一例确诊病例，按出来看到，今边呢，有个一例确诊案例係一例32歲嘅西蒙爺，佢差唔多拖1年半嘅時間去到英國出差。嗰種呢，佢轉到台灣嘅時間，才發現講，佢開始會有流鼻，還個屁股會知道會澀澀，還個食東西溜溜嘅，冇吃到一個米西，嗰種開始出現了一種味覺唔正常嘅情形。故所呢，就去通報衛生局，驗視根本嘅真實確診嘅，驗視一個什麼嘢呢？佢喺頭部卡當中來隔離。故所今邊有新增加一例確診案例，驗視台灣嘅新增加一例當中累積起來，加起來有439位，也係今邊清醒嘅消息。另外呢，今邊已經連登20日都冇出現本土案例嘅，就頭一個時節。一個當地嘅防疫措施可以開始變用嘅，帶鄉親朋友來看到嘅係疾病嘅情形。來看到疾病影片呢，家下面有講到，頭5月初8，也就係25，國家2年後年嘅時節，總嘅疾病就會開放本球迷入去球場來看比賽嘅，係個人數，一個疾病通過球隊，大家係建議討論。
家下指挥中心就出来讲，年时天集团初步为开放青岛本1000的球迷落去，估算呢接下来差唔多头半嘅时间，就可能到也嘅当地嘅球迷做得入去看比赛嘅。唔过就像指挥中心先前经讲到，接下来针对买票嘅资讯，还个 V 一样嘅错，也个 V 呢爱固定。总唔定想爱凊彩玩 V 嘅就凊彩来本，还我呢大家爱限期，爱带定做嘢咩，保持社交距离，也系指挥中心针对总值爱开放本球迷落去，要来作为也嘅同意，还个讨论。还我呢就像人家下一开始就有讲到，对也嘅前年其实，行政院就公布讲也嘅纾困对象爱抗贷，唔过初本日同近本日呢，各提供所就开始有当人来问，按出来讲哦。第一年呢，基本係做得省城嘅也第一年，故所工作方面就降落嘅當人咯。像地方政府也係拖延嘅中華區工作，家下啲新聞頭度就看到，佢哋現場呢也片大家就當上愛去省城，大家心情係當掉緊。家下陳時中佢哋又表示講，一條1萬元嘅經費對大家嚟講，佢哋當重要當要緊。唔過拖時間好，陳時中佢提醒講，接下來。還係有好有2週年按呢個時間來申請，對一下其實還做得申請到6月底。故所呢，基礎表示講哦，做得到6月底，大家做得分流去申請，按呢唔但搶做得唔是排列的排到長，還個呢咪做得來數3年籌，也係針對家下呢，佢來作為一條嘅說明。還個地方政府，大家就針對一個內容呢，大家就有來作為討論。比如講，招省、新北市還個台北市對於行政院一種紓困嘅內容都要來作為回應。先來看到台北市長柯文哲，佢針對一個政策形容嚟講呢，佢就講係唔係為當時會有申請逼出當道嘅問題。柯文哲講，佢先前早就想到嘅，行政院一講出來，佢就啲會有當道人去申請。佢講哦，應該一本中央應該一本地方政府有重要嘅時間做得來研究。另外，新北市長侯友宜佢表示講，民眾係講呢，圖證明項唔條按用嘅實，做得下次設計書，係講呢，自家愛開啟發表嘅自己。工作呢，咪愛並用來研聽，做得價格同一條錢不本民眾。佢就表示講，所有嘅資金由其新北市長侯友宜自家來開起來，也係家下也嘅地方呢，圖早晨嘅時節，要作為一條嘅情形，咩來看啊？你時間是咩工作證明啊？哎有玉蘭花有工作證明無？啊叫我拿家做笑誒！台上見嘛，天時暗夜，民眾當火，行政院前部抗貸紓困，佢被開放申請頭1年，各地區公所就來嘅當人，拖延中央區公所，還拖現場搭帳篷，門針打開就有人排列咧，唔過有人冇同資料帶齊，還帶身份證同多件鋪出來嘅。我來到這7項呢，收超貴啊！那收超貴。如果真的提供不出來，我們會專案來做一個協助，也不會讓民眾白跑一趟啊！對，不會。各地公所咪加派人來說明，高雄台北派嘅一戶咪當人來，唔過因為愛準備5項文件2項證明，有民眾怪嘢按嚴條，像臨時工就冇辦法提供相關證明，來嘅記下轉呢。那就沒遐，走山去做，走什麼呢？啊，還糟蹋人了嘞，唔是倒三工的，但是倒三工啥？因疫情什麼的切結書啊，一大堆，我不知道要帶什麼。新北市三重區公所係有300人站人來排列嘅，係緊急開業發動中心來研究。其中發現工作量增加按度，喺個公文當中重要細節唔大清楚，甚至到民眾有怪言。新北市長侯友宜講，對民眾愛表用一天大片都會數，有建議寄來開。這個欠錢是不是實在？由本人他自負法律責任。我們不需要說每一件都說。這市長交代，有法律責任就追究市長法律責任。侯友宜講，冇證明就搶設計書，天就愛幾尺方式去做，含同中央憲法，講地方準備好嘅，頭一批有幾多資料就先送幾多，減少民眾怪言。記者韓燕、黃德賢、詹淑媛台北桃園綜合報道。
针对中央嘅纾困做法，天航行要表示无共用嘅意见。韩国指挥官陈时中佢要提醒讲，大家如何申请到6月底，大家唔是按条件拖也6月咧。虽然讲当条件要积极去申请，不过合法呢，还有2张嘢好好去申请。韩国强调再度也嘅国际风，而且看到国内现时嘅确诊病例数系维持到439咧。韩国看到全世界现时一下嘅确诊病例数来到为366万卡嘅，一嘅全世界有超过25万3人死亡。今边呢，我睇睇下嘅详情嘅局谱呢，可以来看啊，一个美国嘅疫情嘅部分。今边嘅海外详情讲疫情，我睇睇喺套美国鸦片嘅详情朋友，按照林小勇，叫我睇睇佢先来关心一下美国现时一个疫情嘅气氛係樣嘅。各位台湾的乡亲大家好，我是林小勇，我是同苗栗公干的客家人，一下喺度家住洛杉矶。一擺家族因為入嘅新冠肺炎，咪下年大家全部都卡一直到5月15號出台主要投入就像講醫院的人啊，檢查了冇市場，冇得藥房，冇得一些主要工作，當然做得繼續上班。故說12年以下學校學生全部停課，停到過學期，一定到下學年當看情形樣嘅。個全堂當到，因為冇辦法到全堂食飯，當做的準備我哋因為按日全堂當到咪係關台，個公司嘅工廠當到咪因為按日冇辦法做，個全部都冇辦法經營下去。故說當到因為按日冇投入做，生活個過唔去。我喺度護士都有醫院上班，都恢復室，醫院們數當到人家新冠肺炎嘅嘢。那關於宿舍的緊急的宿舍當到嚟做，一下冇緊急宿舍全部都停台了。政府也擺有都補助。看個兩個大家的數年有清高13年做的補助美金1200的元，然後陸陸續續都有發放。迄個是個因為投入冇辦法做嘛，都得去申請個失業補助一個補助金。我哋一般的生活全部都有影響到。希望林小勇牧師呢同大家來分享到美國洛杉磯鴉片的疫情，因為疫情的關係，佢家講到嘅工作喺個民生方面受到嘅很多嘅影響。接下來同鏡頭使到全世界家講到嘅，一個全世界嘅確診病例數超過為355萬卡嘅，喺個一下前3名，共用還係本係第一名係美國，現時確診人數有120萬例卡嘅，第二係西班牙。接下來係意大利，一個美國呢就有專家表示講，美國的疫情還係當厲害。不過就像家下林小勇牧師有講到，還係受到當地的影響。不過呢有當地組，一下呢就希望講疫情天天的合法呢，當地所採嘅封城禁令做得表揚，嚟看啊。出生日期限係當例會，美國加介州促使限係開始表揚部分封商限制來救經濟，包含福州、喬治亞州、第九老是維吉尼亞州也調度宣布表揚限制，盡部分嘅店兒重新開門做生意。It feels good to be back out doing what we love, and glad to see everybody out and practicing safe guidelines. You need to sanitize, wash your hands. And for each customer, you give a break in between each customer, clean your station. 從在起牛肉州州長古某出席提出嚟多個來解除封鎖嘅風險，為成本嘅融入韓國最抽入，韓國感染長途最少嘅天氣復工，唔過冇確實嘅時間表。牛肉市部分嘅路徑之差嘅出現，仍然會保持安全上高期啲。What does it feel like to skateboard down a totally empty New York City street? I'm good because then no one's gonna block me. Good because my mom can't boss me around for where I can go.
认为天时稍暖，天时东好，首都华盛顿嘅民众都出去到华盛顿国家广场嘅附近，突然有個出去行行啊，韓國曬嘅頭，加住社入캠시入閘，唔顧主政府嘅指點，處置形勢出在個困門走陣地。I'm big on the Constitution, so if you want to wear a mask, wear a mask. If you don't, don't. If you want to come in, great, use it. If you don't want to come in, stay home. 各州陸續解除封鎖，並用沙高起啲，唔過疫情發展上唔樂觀。華盛頓大學紅眼嘅模型最新嘅預測可能出來，到8月頭，全美國就會13萬5,000人為疫情死亡，比起先前嘅預測嘅數字，加速為接配案到記者綜合報道。實在係受到疫情嘅關係，又當到作為經濟受到這麼大嘅影響。股市對亞漲業前幾日咧，美國時間除夕起時，又當到做就希望講愛同亞封城嘅經驗來並用嘅。我哋先看到亞嘅數據，120萬嘅確診當中，現時美國嘅死亡人數係71078嘅。讓我來講到亞死亡病例咧，因為我哋看到華盛頓大學咧有一份最新嘅研究。當局係預測講，差唔多到8月嚟家下，全美國嘅死亡強怕會國家一批，也就係會有13.503人多，因為對7萬人殺以下嘅情形，逼到13萬人多咧，卻因為呢各族又開始封鎖嘅，一個解封嘅，各族開始解封，韓國呢人流開始按呢恢復正常嘅情形，股市有可能會使到疫情扯開來。股市愛封鎖也冇，實在未得當減嘅問題。繼續封鎖，有可能經濟又會受到影響，工作冇辦法恢復正常。唔過呢，係講當然都希望講，愛留記也封鎖令並用，又有可能會將也份一切強弱，使至到疫情加重厲害。接下來，我哋看到嘅係意大利嘅部分。意大利呢，就到數月63日過後，也就係到3月初10嘅日，歐洲嘅意大利宣布講愛開始封國。股市嗰月63日過後，意大利也下意思表示講有條素材做嚟解除也嘅封殺令呢。股市大家開始變下強重到嘅，咩嚟關心看啊？意大利點樣嘅人事體面，普及曬不種話條，人民研究咧散鋪，嘛仲因做咧咁咩嘅充電站嘅條，研究真有限。對新冠病毒疫情，令意大利爆發了後，同去年2月底先封鎖市面界相似，3月初9全國封鎖了後，你們總算不用看，部分相似嘅痕跡，喺幾面未整嘅親門散鋪。拜訪大一堂嘅祈求親切，甚至被整喺酷高線嘅前面嘅母體拜拜。Siamo contenti perché finalmente oggi è riaperto Villa Borghese dopo 1 mese e mezzo che era chiusa, anche se ovviamente mia figlia è rimasta delusa nel trovare comunque tutti i giochi transennati. 那被整嘅親門，又佢被整喺坐交通工具，坐公車也是鐵太真淺，一天到對謝兩體門，也個有照指示，保持人和人嘅距離，算被整嘅坐嘅味。城市也個有時班外玩界嘅路過，個陣來建築和製造業嘅工作，那喺酒店和咖啡館和餐廳嘅店家，嘛重新開放。唔過坑咗冇整嘅因為餐廳蝕，咁啊變成嘅雜誌也前外省。Ottimo, non me lo ricordavo più. Sì, è la giornata uscire, poter venire fino qua, prendere il pranzo. 儘管意大利病況分享，唔過嘛係要求人和人之間嘅保持社交距離，因為市內嘛係多謝，目前也係無法度控制野餐，而且幾項幾費電話通，那係好好嘅部分，只有等較9月才會開始上課。另外，因為經濟受到衝擊，每年數項米蘭當天時候，攏就民眾嘅思維，抗議差不多2個月冇收入，其中每年數抗議嘅人，一個交番者和體制線嘅治療人員打破啊，表達支持。記者親自通便日。今年解除嘅，家下新聞都咪可能到，當人開始可以用笑面當歡喜。唔過呢，最近就從家下華盛頓大學嘅一份預測就講到，有可能因為解除封鎖令，韓國人卡開始加有接觸嘅情形，更怕疫情未會來提高。股市圖也2嘅當中，2嘅潛到一集平穩點。呢個鄉親朋友咪希望講喺台灣做嚟夾夾恢復正常嘅情形，還係家下新聞講嘅，還係愛帶定作業咩彼此社交距離，一種防疫嘅習慣愛留佢建立好勢。提醒大家還係愛做到也條防疫嘅安度乜嘅。今日嘅客家新新聞就進行到鴉片，什麼鄉親向下來收看。天公日早晨9點半，歡迎大家聽得現做
来关心一个看报纸嘅情形。再会。客家新新闻，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心。我係陳彥祖，我係希里定。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情形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